權志龍嘅少年，余文樂把槍，陳偉霆嘅花體字，J.Park 嘅獅子，我稱之為紋身圈嘅四大天王。明星同款啲嘢咧就買得多啦。咁明星同款嘅紋身你有冇紋過呢？今日我要做嘅係 J.Park 一樣嘅位置，一樣嘅題材，但係精神內核就唔係好一樣嘅獅子紋身。睇起身咧好似好想致敬自己嘅偶像 J.Park， 但係咧傾下先發覺佢想要嘅唔單止係同款。佢話中意 J.Park 唔係就係因為舞台上面嘅光芒，更加佩服嘅係對方喺低谷時候嘅堅持。而 J.Park 胸口嘅獅子就係堅持同埋勇敢嘅象徵，冇選擇直接 copy 自己偶像嘅圖，留住勇氣同埋力量作為精神內核，將擊退困難嘅勇猛放大。獅子選擇咗開口咆哮嘅樣嚟凸顯下人想表達嘅勇猛，添加咗荊棘喺獅子嘅頭上，代表住佢曾經俾人哋扇過嘅禍，將來都可能要俾人哋扇一扇嘅禍。戴喺個頭上咧，除咗迎難而上，更加似嘅係想話俾自己知，成就嘅背後係少唔到血與淚嘅付出嘅。偶像嘅力量同紋身一樣，係能夠俾人好強嘅心理暗示。偶像幫我哋活成咗想要嘅樣子，等平凡生活入邊嘅人有咗方向同埋目標，而紋身就係將想成為嘅自己紋喺身上，成為人嘅信仰寄託。